Hello， 各位大家好，我呢次講有關嘅養生嘅話題，同大家分享下。我想問下你屋企個雪櫃或者廚房個櫃桶裏面係咪最少都放咗一樽魚油喺度啊？阿媽叫你食，話食魚油好有益㗎，電視廣告又日日播，身邊嘅朋友一過咗30歲、40歲，甚至去到60、70歲嘅老友記，個個都話要食返粒魚油補下個心血管啦。但係你真係識食魚油咩？你知唔知原來一日一粒魚油，如果你食得啱嘅話，佢嘅功效真係好勁嘅。但係你食錯咗時間，例如朝早食同夜晚黑食，個分別竟然係好大嘅，隨時搞到你嘥晒啲錢之餘，仲吸收唔到，變相將啲錢倒落去大海度。你話幾咁嘥呢？今日我就同大家嚟一個超級大解密，將魚油嘅所有秘密迷思同埋最正確嘅食法一次過講晒俾你聽，保證你聽完之後以後去買魚油同食魚油都唔會再懵。平時聽到人話 Omega 3、Omega 3、Omega 3究竟係乜嘢嚟㗎？其實 Omega 3係一種人體必須嘅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點解呢個物質係人體必要㗎？因為我哋人體係冇辦法自己製造出嚟嘅，即係話你一定要食呢樣嘢先得。Omega 3入邊對我哋嘅身體係最重要嘅。Omega 3即係 EPA 同埋 DHA 啦。如果你平時去萬寧、屈臣氏或者藥房買魚油，你將個樽轉去背後就可以睇到營養標籤，一定會見到呢兩個英文字母啦。簡單嚟講 ，EPA 就係好似我哋嘅血管嘅清道夫啦，專門負責幫我哋清理血管入邊嗰啲垃圾，對抗發炎。而 DHA 就係大腦同埋眼睛嘅超級補品，負責令我哋個腦轉得快啲、精靈啲，同埋令到我哋嘅眼睛睇嘢好精靈。好多人以為食魚油純粹係為咗求個安心，其實如果你食得啱嘅份量，佢個功效真係會令你意想不到㗎。我哋先講下心血管健康呢樣嘢。香港人平時食嘢咁雜，出街食飯多，茶餐廳嘅乾炒牛河、焗豬扒飯，全部都係高鹽、高油、高糖，日積月累落嚟，血管入邊就會積聚好多壞膽固醇同埋三酸甘油酯。當你年紀慢慢大啦，去到50歲或者60歲，啲血管就會慢慢變硬變窄，隨時會搞出個大頭佛，例如中風啊、心臟病咁。而魚油入邊嘅 EPA 就有超級強大嘅抗發炎作用，佢可以幫你降低血液裏面嘅三酸甘油酯水平。有好多大型嘅醫學研究都證實咗，每日吸收足夠嘅 Omega 3、Omega 3就可以大大減低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佢就好似一個通渠佬咁，慢慢幫你將血管入邊嘅肥膩嘢清走，令到啲血流得暢順啲，你個心臟自然就唔使咁吃力啦。除咗心血管，魚油對我哋個腦都係超級重要嘅。頭先講咗啦， DHA 係大腦嘅重要建築材料。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個腦裏面有大概60%都係脂肪嚟嘅，而呢啲脂肪入邊有2成左右都係 DHA， 所以話 DHA 對我哋個腦係有幾咁緊要呢？對於啲準備考試嘅後生仔女或者寫字樓，每日要用腦度橋處理大量文件嘅30歲、40歲上班族嚟講，補充 DHA 可以幫你提升記憶力同埋專注力，冇咁容易斷片或者集中唔到精神。而對於60歲、70歲或者再年長嘅老友記嚟講， DHA 就更加係救命草啦，因為佢可以幫手延緩大腦退化，預防老人痴呆症，即係腦退化症。你諗下，人老咗最驚係咩？最驚就係
唔認得身邊嘅屋企人，連自己喺邊都唔知，所以及早保養個腦，真係好過病咗先嚟食藥。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對眼。現代人日日對住個手機、電腦，由朝早起身擘大眼一刻，到夜晚黑臨瞓之前，對眼都冇休息過。好多30幾歲嘅人已經開始有乾眼症，對眼又紅又澀，甚至視力開始模糊。魚油裏面嘅 DHA 同埋 EPA 就可以幫你改善淚液嘅分泌，減輕對眼睛嘅發炎情況，令到你對眼睛冇咁容易乾。另外 DHA 仲係視網膜感光細胞嘅重要成分，對於預防黃斑病變都好有幫助。所以如果你係一個經常用電子產品嘅人，魚油絕對係你對眼嘅好幫手。仲有啊，原來魚油對關節痛都有好大嘅幫助㗎。好多50歲、60歲嘅老友記，一到打風落雨或者天氣轉凍，對膝頭哥就會酸痛到行唔到路。呢啲其實就係退化性關節炎或者係類風濕關節炎。點解會痛呢？其實就係身體裏面嘅免疫力系統打緊仗，令到你痛。喺咁樣嘅情況下，魚油裏面嘅 EPA 就係你嘅天然嘅消炎藥啦。佢可以抑制身體裏面嘅發炎因子，從而減輕關節嘅腫痛同埋僵硬感。雖然佢唔可以完全取代醫生開嘅止痛藥，但係作為日常嘅保養，佢絕對可以令你行路輕鬆好多，唔使日日靠食止痛藥過日子。講咗咁多魚油嘅神奇功效，而家就要入正題啦。呢個正題就係最多人問嘅令人頭痛嘅問題，究竟魚油應該朝早食好啊，定係夜晚食好啊？點解話朝早食、夜晚食差別係會咁大㗎？朝晚食、夜晚食，佢嘅差別係好大㗎。而家大家要留心聽住啦，因為食錯咗時間，你買好貴嘅魚油嚟食都係嘥氣。我哋要了解一個好重要嘅化學常識，魚油係一種脂溶性嘅營養素。咩叫做脂溶性啊？即係話佢一定要同啲脂肪撈埋一齊，咁樣先可以俾我哋嘅腸胃吸收得最好。如果你空肚食魚油，即係你個胃裏面乜都冇，你吞咗粒魚油落去，身體係好難吸收到魚油㗎，最後都會跟住啲便便排出嚟，真係嘥晒啲魚油，名副其實嘅嘥晒啲嘢。所以食魚油最重要嘅大原則就係一定要跟餐食或者飯後食。好啦，既然知道要跟餐食，咁到底係跟早餐食定係跟晚餐食啊？其實朝早食同埋夜晚食帶俾身體嘅好處係完全唔同㗎。我哋先講下朝早食，好多營養師都會建議大家朝早食完早餐之後食魚油。點解係要咁樣做啊？因為我哋朝早起身嗰陣，身體嘅消化系統開始運作啦，吸收能力係比較強。第二，如果你個早餐係有啲脂肪，例如你食咗個牛油多士煎蛋，或者飲咗杯全脂奶，呢啲脂肪就可以完全幫你吸收粒魚油。第三，魚油可以為你全日提供一個抗發炎嘅保護網，仲可以令你個腦清醒啲。好多30歲、40歲嘅打工仔，朝早返到公司，總係覺得烏眉瞌睡，集中唔到精神。如果你早餐之後食粒魚油，魚油入邊嘅 DHA 就可以幫你活化個腦袋，令你全日做嘢都好精神，做嘢嘅效率就會提高好多。所以如果你想提升專注力，或者想全日精神充沛嘅人，就朝早食魚油啦，就啱晒你啦。咁夜晚黑食又有咩好處啊？喺夜晚黑食魚油就犀利啦，分分鐘顛覆你以前嘅認知。近年有好多科學研究發現，原來夜晚食魚油對睡眠質素同埋心血管保護有意想不到嘅奇效啊！首先我哋講下睡眠，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好多人去到30-40歲就已經開始失眠，話半夜成日醒。原來魚油裏面嘅 DHA
係可以幫我哋嘅身體製造褪黑色激素㗎。褪黑色激素就係控制我哋睡眠週期嘅重要荷爾蒙。當你夜晚食魚油，佢可以幫你個腦放鬆，令你容易啲入睡同埋瞓得深啲。如果你一直受失眠困擾，不妨轉下去夜晚餐之後食魚油，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驚喜啊！所以話夜晚黑想瞓得好，就夜晚黑食魚油啦。夜晚黑食魚油對心血管嘅保護作用有好大嘅幫助啊！夜晚黑食魚油可能比朝早食魚油更加重要。大家知唔知啊？心臟病發或者中風喺乜嘢時間係最容易發生？冇錯啦，就係凌晨同埋精神呢段時間。因為當我哋瞓覺嘅時候，心跳會減慢，血壓會降低，血液嘅流動速度亦都會變慢。對於啲本身血管已經狹窄咗、有膽固醇問題嘅50歲、60歲老友嚟講，呢段時間血液就好容易起血栓，即係塞血管。如果你晚餐之後食魚油，魚油你瞓覺嘅時候就會慢慢被吸收，發揮佢清除血脂、抗發炎同埋稀釋血液嘅作用，就好似你瞓覺嗰陣請咗個通渠佬通宵幫你清理血管咁，大大減低咗清晨中風或者心臟病發嘅風險。所以對於啲有心血管隱患嘅中老年人嚟講，夜晚黑食魚油分分鐘係保命嘅關鍵。各位聽完之後，大家係咪覺得好重要呢？大家係咪覺得原來朝早同夜晚黑食分別係咁大㗎？究竟你應該點樣揀？其實係冇一個絕對嘅答案，最緊要係睇下你最想解決咩問題。如果你係想提神醒腦，應付日間繁忙嘅工作，咁你就朝早食魚油啦。如果你係想改善睡眠質素，預防夜間或者清晨嘅心血管危機，咁你就夜晚黑食魚油啦。如果你每日要食2粒魚油嘅，你甚至可以分開朝早1粒，夜晚1粒，咁就日夜都有保護啦。但係我再次強調，無論你朝早定夜晚黑食，都一定要一餐裡面食夠適量嘅脂肪。如果個餐淨係食咗個蘋果或者一碗白粥，咁樣就無謂嘥咗粒魚油啦。留返下一餐食得豐富嘅時候先食啦。好啦，我哋而家要講下另一個極度重要嘅迷思。有好多人食魚油食咗好多年，都唔知自己原來一直食錯咗，甚至越食越傷身。食魚油第一個大禁忌就係將魚油同埋鈣片一齊食。好多50歲、60歲嘅女士為咗預防骨質疏鬆，每日都會食鈣片，同時又想保護心血管，就貪方便將魚油同鈣片一齊吞落肚。千祈唔好咁樣做啊！因為魚油係脂肪酸，而鈣片係礦物質。當呢兩樣嘢喺你個胃道相遇，就會產生一種化學反應，叫做造化反應。簡單嚟講，就係佢哋會結合埋一齊，變成一球硬邦邦，好似個番梘咁嘅嘢。呢啲嘢你個腸胃係完全吸收唔到㗎，唔單止會令魚油同鈣片雙雙失效，仲可能會搞到你個胃痛、消化不良，甚至會令你便秘㗎。所以如果你有食鈣片嘅習慣，最少隔開2至3個鐘頭食。如果你可以朝早食魚油，夜晚就食鈣片，咁就安全啦。第二個大迷思就係好多人將魚油同埋魚肝油撈亂，咁樣係好危險㗎。雖然兩樣嘢都係有個魚字，但係成分同功效係差天共地。魚油即係 fish oil， 係由魚嘅脂肪提煉出嚟，主要成分係奧米加3，即係 EPA 同埋 DHA。而魚肝油係 cod liver oil 嚟㗎，顧名思義係由魚嘅肝臟提煉出嚟，主要成分係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D， 係用嚟保護眼睛同埋幫助鈣質吸收。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D 係脂溶性維他命嚟㗎。如果你將魚肝油當成魚油咁，日日食幾粒，長期吞落肚，長期落去就會喺肝臟度積聚，
引致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D 中毒，會搞到你個頭甩頭髮、肝臟受損，甚至會有骨骼病變。所以去買嘅時候一定要擘大對眼，睇清楚個樽上面係寫住 fish oil 定係 cod liver oil，唔好亂咁買錯啊！好啦，當你搞清楚晒點樣食之後，去到藥房或者上網買魚油，對住幾十款唔同嘅牌子，由幾十蚊一樽到幾百蚊一樽都有，究竟應該點樣揀？好多人以為買最大樽最平嘅就最抵，其實入面大有學問。揀魚油第一樣要睇嘅就係佢嘅形態，市面上嘅魚油主要分為3種形態：TG 型、EE 型同埋 RTG 型。聽落好似好複雜，我用最簡單嘅廣東話解釋俾你聽啦。TG 型即係天然三酸甘油酯型啦，呢種魚油係最天然嘅，就好似你直接食條魚落肚咁，身體好容易認得佢，所以吸收率好高。但係佢嘅缺點係佢嘅奧米加3濃度普通比較低，大概得30%左右，即係話你吞1000毫克嘅魚油落肚，其實得300毫克係有用嘅奧米加3，其餘700毫克都係其他雜質脂肪。跟住就係 EE 型啦，EE 型即係酯化型。藥廠為咗提高奧米加3嘅濃度，就將天然魚油進行加工，將佢變成 EE 型。呢種魚油嘅濃度可以提高到50%甚至70%，但係問題嚟啦，因為佢改變咗分子結構，身體唔係咁容易認得佢，所以吸收率會比較低，而且消化嘅過程會慢啲。最後就係而家市面上最頂級亦都係最貴嘅 LTG 型，即係再酯化型。藥廠用更高科技嘅技術，將高濃度嘅 EE 型嘅魚油再轉換返嚟做人體最容易吸收嘅 TG 型結構，所以 LTG 型嘅魚油就會集合晒所有嘅優點。佢嘅濃度極高，可以去到80%甚至90%以上，同時吸收率又係最高。如果你係有大把錢嘅話，想食一粒就見效，唔想吞咁多無謂嘅雜質脂肪落肚， RTG 型絕對係你嘅首選啦。揀魚油第二樣要睇嘅就係濃度，頭先就講咗啦。如果你想買幾十蚊一大樽嘅魚油，濃度就可能得30%，好多人會揀平平地，我食多幾粒咪一樣吸收足夠？錯啦，你咁樣諗，食一粒低濃度魚油落肚，呢啲魚油有70%都係冇用嘅脂肪，甚至係飽和脂肪或者壞膽固醇。如果你為咗吸收足夠嘅奧米加3，而每日食5-6粒低濃度嘅魚油，即係同時吞咗一大堆無謂嘅肥油落肚啊！你本來食魚油係想清血管，結果反而食咗更多廢物脂肪落肚，搞到越食越肥，就得不償失啦。所以買魚油一定要識睇營養標籤，你要睇清楚每粒魚油嘅總重量，再加埋入面嘅 EPA 同埋 DHA 嘅重量，用 EPA 加 DHA 嘅總和除以魚油嘅總重量，就會計到個濃度出嚟啦。最理想嘅情況下，建議大家揀啲奧米加3濃度超過80%嘅魚油，咁先至係真正食緊精華，而唔係食緊豬膏。第3點要注意嘅就係純度同埋重金屬測試。大家都知而家海洋污染有幾嚴重㗎，特別係大型嘅魚類，例如吞拿魚啦、三文魚啦，因為處於食物鏈嘅頂層，佢哋體內積聚咗嘅重金屬、皂化劑同埋多氯聯苯等嘅有毒物質會非常之多㗎。如果你食嘅魚油係用呢啲大型魚類提煉，而且生產商冇做足夠嘅淨化程序，咁你日日吞落肚嘅就分分鐘係一粒粒嘅毒藥。所以聰明嘅消費者應該盡量揀啲由小型魚類提煉出嚟嘅魚油，因為佢哋處於食物鏈底層，受污染嘅程度會低好多。另外一定要買
有國際第三方機構認證嘅牌子，確保產品通過咗重金屬同毒素測試，咁你食落肚先至係安心㗎嘛。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學咗好多嘢呢？不過你要留意，雖然魚油係咁好，但係唔係所有人都啱食㗎。有幾類人士食魚油之前一定要特別小心，最好問個醫生先。第一類係食緊薄血丸或者抗凝血藥嘅人，魚油有稀釋血液嘅作用。如果你本身已經食緊西藥嚟防止血管閉塞，再加埋食魚油，咁樣就會令到血液太稀，就好容易會引致內部出血㗎啦，或者一受傷就流血不止。第二類就係準備做手術或者即將生 BB 嘅孕婦，同一樣道理，因為魚油會影響凝血功能，為咗防止手術過程或者分娩嘅時候出現大出血，通常醫生會建議手術前最少2個星期，或者孕婦預產期前1個月要停止食魚油。第三類就係對海鮮或者魚類有嚴重過敏嘅人，雖然高純度嘅魚油已經去除咗大部分嘅魚類蛋白質，但仍然會有機會引起敏感反應、出紅疹或者氣管腫脹，所以都要非常小心。另外，大家又知唔知，除咗食魚油補充劑，我哋日常飲食都可以吸收到奧米加3。如果你真係唔中意吞丸仔，你可以每星期安排食2次至3次嘅深海魚，例如食三文魚、青魚、秋刀魚同埋黃花魚，呢啲全部都含有豐富嘅 EPA 同埋 DHA。不過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要日日自己買魚煮魚真係好難堅持，加上出街食飯嘅魚多數都係炸過或者用重口味嘅醬汁煮，營養流失之餘，仲食咗好多壞油落肚，所以高質素嘅魚油補充劑的確係現代人一個非常方便同有效嘅健康投資。總括嚟講，魚油絕對係一樣好嘢，佢對我哋嘅心血管、大腦、眼睛同埋關節都有全方位嘅保護，但係要發揮佢最大嘅功效，一定要記住今日講嘅重點啊！第一，一定要跟餐食，有油脂幫手吸收先有用。第二，朝早食提神抗炎，夜晚食助眠防中風，自己按需要去揀。第三就係千祈唔好同鈣片一齊食啊。第四，分清楚魚油同魚肝油。第五，買魚油要睇形態、濃度同埋純度，首選 RTG 型，濃度超過80%。由小型魚類提煉嘅產品，健康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唔好諗住食1-2日魚油就會即刻變神仙。最重要就係持之以恆，養成良好嘅飲食習慣，配合適量嘅運動，再加埋聰明嘅選擇同服用營養補充品，咁先至可以幫我哋嘅身體打好個底，應付未來嘅挑戰。希望今日呢個超詳盡嘅魚油解密可以幫到大家解開心中嘅疑問，唔好再嘥冤枉錢之餘，仲可以真正食出健康。好啦，多謝各位收睇，下一集見。喂，大家記得要撳下面嘅鐘仔啷啷啊，咁樣先可以睇到我最新嘅影片啊。好啦，各位，拜拜，下次見。